有人爱困的是会啉咖啡，也是啉提神饮料。伫美国和英国就网称同齐推出一款提神饮料，即马伫少年家之间是变甲真流行。也毋过，即款饮料的咖啡因是6罐可卡可乐的量。美国即马就机关呼吁食品药物管理局要去调查即款饮料啉落对少年家的健康敢会造成影响。 在 YouTube 有4800万美将英国2大网红克士甲罗根保罗共同推出一款营养饮料 Prime， 一罐$2。在网络行销一上市，引起消费者抢买，甚至成做学生囡仔眼中真拍真流行的物件。在校园内底掀起转卖外风。不过，这种营养饮料的咖啡因含量有200毫克，是对手红过一杯，饮一罐因讲是啉6罐的可乐。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车到伫立刻医师甲家长的陪伴之下，伫纽约开记者会。经过这么高的咖啡因，会对在发育当中的囡仔产生无好的影响。These drinks and the amount of caffeine in these drinks can give children and teens headaches. It can give them jitters, nervousness. It can interfere with the sleep cycle, which is so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ing brain. A lot of parents may never heard of it, but their kids have, because Prime is engaged in a vast advertising campaign aimed at kids, even though kids aren't supposed to drink a drink with this much caffeine. 苏莫呼吁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爱对 Prime 的用户甲行销手法进行调查。业者表示，管了电管有明确警告指无建议18岁以下囡仔来啉。另外，因讲也佫推出无含咖啡因的运动饮料 Prime 补水。不过，苏莫指这2种商品的包装甲行销根本是同款，消费者无真足看根本看不出差别。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